镜头来去阿根廷，阿根廷日举办大选，上新的正副总统票数统计，政治立场较我中间派经济部长马萨伊摕到36.7%的票，是赢摕到30%的极右派经济学家米雷伊。也毋过因为并无候选人摕票超过45%，所以因国家11月19会进行第二届投票。过去一年以来，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挖近140%，民众生活是真艰苦。选前的所有民调拢显示，选民准备以手中的选票来驾驶中间偏左执政联盟的意味是真高。不过，23透早上新的开票统计，现任政府推出的总统候选人，同时也是一手掌握经济政策的经济部长马萨，以36.7%的得票率，赢民调一路领先的极右派候选人米雷伊。那中间偏右保守派联盟推出的候选人前安全部长布尔瑞奇得票率是23.8%，第5名候选人内底排第3名。马萨在胜选演说中讲，第2轮投票伊会结合其他派别的政治力量，募集上届优秀人才来组成团结政府。Voy a convocar a un gobierno de unidad nacional el 10 de diciembre como presidente. Pero un gobierno de unidad nacional construido sobre la base de convocar a los mejores. 阿根廷的选举规定，胜出的候选人必须得到超过40%的选票，也是得票率达到40%，并且也超过10个百分点。又无任何一位候选人摕到直接当选的票数，所以讲票数上悬的2位候选人马萨加米雷伊，会伫21月19来进行第2回合的对决。这伫竞选活动中，常常穿皮热袜、激动，也一支电机啊。话讲要互阿根廷甲过去彻底来分割清楚的米雷伊，提出的政见包含废除央行、以美金取代配数、冻结甲中国关系、提出南方共同市场等。也做过电视评论节目的评论的来宾，电视媒体来甲美国前总统川普，也有巴西前总统波索纳洛相关看待。de los últimos 100 años. Lo que más me gusta de Milei es la nueva propuesta que tiene para Argentina, algo distinto de lo que venimos viendo hace tiempo, ¿no? Ya sea con Macri o con el peronismo. 上大选的投票率是78%，除了正副总统以外，国会下议院257席内底有130席，72席参议院有24席进行改选。国视新闻王慧文编译。